第三种人啦，没要求就是人家干净的，人就好了，不要求注意人家干净好吧？是嘛？你不说罗娜娜，你没叫以前着急耶。我说罗娜娜，你都知道不知道没叫以前着急耶。错个的牛逼了，每家不是指人家干净哈，我说那个都说我还不是知道不着得不着急。上去，来救我！那么你说，个狐狸精，我是说我不是梦，你说这个苗话我能知道。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叫啊。我问你叫什么？我真的没有叫。你手上拿的那个手机是什么牌子的？看着老是你好玩，给我看一下嘞。手机我自己花钱买的，为什么我要给你？好吧，我查杀人，你呢？我查杀人，你呢？你查杀人，不要杀我！哟，这个啊，都该给我端着香气哦。行了，收。哥哥莫贼呢，莫帮我熬动贼。我的哥哥莫吹呢，一年当六回收。个嘞存款不错，存款8位数。个嘞，哥哥莫吹，开宝马水。哥哥莫贼呢，为啥我被偷贼呢？存款3位数，存款9位数。我的哥莫那是兴趣爱好呢？爱好吹牛。我信你个鬼！爱好吹牛。你别笑。你在上个自己给我这样个？你老娘当着，那把叫有事了啊？知道叫有事？你到电话开个哪部还过个哪部路就开着嘛？被一朵朵子鸟贼，你叫身份证知道吗？你叫啦。到了。我这个，我这里面我姐我这了。这么多你拿嘞？咋子走没忙那都不了噻。咋子走没忙那都不了噻。你要说，现在看牛一啊，你想我见牛了，跟人猪，个见牛啦，有那个糟糕是要我一搞他米粉的事情，我的米粉我已经搞很多了，他那样直播完了咋？他sau家，那帮这下怎么找你？这什么大场面啊？买了都是160斤的东西，直播完，我问你米粉怎么开？我不怎么办事，我怎么找？你们下去找工。你要说，搞不上朋友啊，小小人牛啊，我也没分这些。我看你已经航班了好几单了，他那样直播完了咋？我找到，我看他这么大场面，这么大场面，直播完，你要直播完，你不搞了看吗？爱情我咱们那个人，我看你真心相爱，每天吃了1.2斤，跟我打不住。可爱能猜，这一擦完，对呀。